城南那块地，李氏企业也有意向，出的价格不比我们的低。现在两边僵持着，暂时还拿不下来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那块地李家也掺和进来了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？你是弱智啊？听不懂我说的话？滚！我叫你滚，你都听不懂吗？滚！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